開閘嘅時候，見到呢個外檔嘅超藝出得相當快，跟住埋嚟呢個有形刺搶上嚟嘅，然後就係有呢個陽明世界、陽明天下，跟住飛虎精嚟，而家先搶翻上嚟，然後就振翅高飛啊！勝利劇院最後多少幸運來包喎，跟住先至係。呢個出茅廬啊、世紀名進啦，然後就係福建寶啊，呢個最後啲車中王啊，然後包大乜啊、姚代就係百樂威㗎。開始落大石股轉翻嘅時候，有形勢就放甩咗成3個幾馬位㗎啦。振翅高飛已經上到第2位㗎啦，跟住有呢個陽明飛虎精神啊、陽明天下，然後就係勝利劇院啊，最後啲先至有超藝啦，然後就係幸運來啊，呢個包王呢啲馬嘅，就嚟轉入直路咁滯嘅，有形勢仲係放下啦，前邊有成3個馬位嘅，而家見到振翅高飛仲喺第2位㗎，勝利劇院咧埋嚟追佢嘅，跟住就係一個陽明天下，最後啲嘅馬先至有呢個超藝啊，車中王喺大後檔上嘅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有形勢啊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而家勝利劇院同埋呢個振翅高飛爭過第2，爭到雙方嘅而家。But it's Debonair from Barrier the Box. Debonair 高飛第4名車中王。果然間咧就好正路嘅1、2。